網站 launch， 結果呢，流量真係零，日日開 Google Analytics 都係諗住000，辛苦寫咗咁多內容，公司都冇人識，冇人睇，都會覺得好失望。老實講，我一開始覺得內容有就得啦，邊有人理我寫啲咩？點知佢哋幾秒就走咗，真係氣嚟到唔想再搞。我想話，你知唔係所有內容都得，點解人哋喺網站可以帶住品牌一直上，但自己個網就冇人理？問題其實好簡單，你有冇諗過佢內容究竟幫到邊個？有冇直接講到痛點？受眾見到你究竟有咩感覺？成日都俾人問內容要點寫先搶到流量，我歸納咗以下清單：一、先精準揾受眾痛點，唔好亂咁寫；二、每版網頁都要有一個超明確 call to action， 唔好等人哋下一步要做咩；三、多用真人真事分享，唔好自說自話；四、好嘅視覺排版，睇落舒服先有人信你專業；五、最後 SEO 關鍵字真係唔可以忽略，起碼都要俾人揾到先啦。我哋 Sell Technology 做咗10年，做咗500幾個網站，所以好明白你點解夜晚仲諗住個 notebook 練點搞好個網站。呢個內容5步法，希望幫到你嘅品牌逐步企到起身，起碼有留到客啦。成功需要一步步嘅，冇得靠撞運，加油！